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来到森林古溪的华山村。最近这几天来，生态保育有成果，出现着大量的纸板碟，搁来配合着当地山泉水亲子游戏区，正适合一家大细来美热佚佗。民众看到水水纸板叶，赶紧摕相机出来咔嚓咔嚓，该翕来留作纪念。这是国旗乡华山村的文化步道。最近有真侪纸板叶伫咧遮沿夜飞，风景实在是有够美丽。他最喜欢的花就是像这一种哈，这个叫做高氏佛泽兰，他只要有这个花的话呢，他就会来这边。另外，除了纸板叶，华山这几年生态保育嘛做个真成功，亲像田园四脚等等动物，伫咧文化步道嘛看会到。囡仔拢真爱来遮佚佗，白天就是赏蝶嘛，然后晚上就是看夜景。在地相关嘛呼吁乡亲若是要来华山文化步道看纸板叶，和欣赏在地生态，千万唔通手贱给破坏，当这维护这个遮的美丽环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